同款嘛是选举消息，选前的攻势拢无停。民进党南投县长候选人蔡培慧指控南投县也是参选南投县长这个国民党立委柯淑华，讲伫南投市的吉利路的招待所是违建，而且讲柯淑华做南投市长任内发包招待所边的工程，总共17件牵涉到违法的代志。柯淑华回应讲，这根本是恶意的攻击，已经收集相关的证据，要请律师提出告诉。 我们不希望许淑华当县长是花瓶摆在前面，黑道站在后面。我们不允许黑道制宪。情绪真激动，民进党南投县长候选人蔡培慧也了，讲国民党就对手柯淑华占用国有地，嘛利用公家资源去私人招待所。这是过去许家他们所声称他们家的这个合法建筑的一个产物，那为什么要拆掉呢？在违建招待所里面瞧事情。 要选举的时候把它拆掉。我们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样子的案子在台中的海线严家。我们今天揭露的这样子的案子在南投许家。除了这期卡掉的招待所冇暗砍代志，年也嘛提资料，美柯淑华伫咧南投市长任内用千外万的预算发包17件工程来整理招待所四周围。市长的时阵就找了17件工程来整修自己家里周围的环境，最后的决算金额是1780万左右。如果有不法的事情，我今天不会有机会进一步参选县长为南投服务。 民进党所质疑的招待所，其实是妙方提供给社区发展协会使用。如今看来，蔡候选人对于选战已经是无计可施、穷途末路，只能选择民进党最熟悉的策略作为主轴。面对林爷安尼指控，柯淑华讲，这根本是伫咧甲伊挖乌，想要破坏选情。啊，伊嘛已经收集相关事情，会请律师解告。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轩。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